要帶你睇 Micropia。Micropia 係位於 Artis 範圍內嘅一棟微生物博物館。佢嘅門票雖然係另外嘅價錢，但真係好值得去。入面講解咗好多微生物生存同進化嘅原理，有好多一啲活體展覽。你仲可以喺顯微鏡下睇到呢啲微生物。佢哋每個月有 Microbe of the Month， 仲可以睇埋佢哋嘅實驗室添。呢面牆上嘅係唔同嘅 Petri dish 上嘅菌群，又展示埋微生物點樣同人體互助合作。呢啲就係排泄物中嘅微生物，仲有好多類似嘅東西都有。一個咁樣嘅微生物博物館，你又會唔會想嚟呢？